嗰度佢草地理所謂學校，為操到保黑人嘅學校，如盡全力來發展特色。由嗰度學校從頭到看到嘅，用人能規劃嘅天然資源來建立用生態課場為主嘅教養學習環境。還個從桃陽觀音嘅婦聯嗰時候，亦能都係用再生能源做主題，建計劃一個綠能生態友好村。還個喺太魯閣國家公園地背嘅花蓮秀林嘅西部嗰時候，咪將自然環境準上課嘅教材發展出自家嘅特色，唔單止安尼，亦能學校能將土增加幾多，都唔是本人裁編學的，還變做其他草地學校學嘅榜樣。花蓮縣秀林鄉中橫公路順嘅西部國小，喺國內第一間體制內嘅山拿小學，教學方式同一般嘅小學無相樣，學校都會花草樹木，就係清好嘅自然教材。那邊掉一個了，這樣子了。這個可不可以吃？不行，爛掉。對，你要剪什麼？要剪這個綠綠漂亮的，然後我們要醃梅子吃。因為地理環境特殊，學校就喺太魯閣國家公園當中，故所西部嘅師生做親愛學的學校，但係強化特殊生活，就像一類大家庭，故所學校咪當從事家畜課程。那很多孩子其實剛來這個環境是不適應的，尤其是1年級的孩子。那我們希望就是由大孩子去帶小孩子，所以我們會有設計家族課程的部分。第一天還蠻興奮的，第二天就開始想家了。那我進步最多的差不多是獨立的進度吧。在意的已經不再是分數，而是自己是不是真的了解或真的懂了。至少這個東西是在我女兒身上看到的。嘉義90度屏東灣萬家族國社會學生嘅做嘉義當專業，因為廿幾年福區內沙期開始種嘉義。學校就有商業回避前往人嘅教學想法，唔但將啲學校當中開始種嘉義樹，每禮拜還請大學嘅先生來教小朋友做嘉義同服務領域，嘉義咩自然嘅變做家族國小前台嘅特色。說或去怎麼去烘焙咖啡，然後去栽培咖啡的那個樹，然後怎麼去煮咖啡。透過一個學嘉義、學嘉義、識嘉義嘅文化呢，能夠來改變新人嘅基線。學校度呢就看呢度嘉義樹開發過後，就係親自然嘅教室，學本學生嘅啲嘉義頭嘅生長過程。對托嘉義頭到做嘉義，一定要使用嘅課程，也算是一本學生嘅備料，咁慢加咗學生嘅流失嘅速度。這邊就是從97年開始的用電量，我們就越用越少，因為我們開始有用風力發電、太陽能發電、人力發電，開始越省越多。利用當地前台嘅特色，風力同日頭，觀音鄉婦聯國小啲教員地度，實地日頭能發電同風力發電一條省能嘅系統，利用再生能源建構綠能生態友好村嘅特色，唔但將本經費唔落嘅學校省嘅1刀錢，也培養學生嘅集權自然愛護環境嘅心。我們學校滴水不漏校園之後，又發展了太陽能發電跟風力發電，讓孩子從生活當中就知道節約能源的重要。我在學校學到的，我都會回家跟爸爸媽媽講，要好好愛護能源。細學校學生嘅時候，資源未較少，為到每本人裁編，將學校資源同在地自然生態產業結合嘅課程，變做當到配合學校發展特色嘅一體方向。學校希望尋到專機同成機，允許嘅比配合成員呢，營造快樂學習嘅環境。本體細學特殊嘅成員呢，唔是像同飛機嘅學生嘅，從細就面對動態嘅工業壓力，連都要更加多時間培養自家嘅興趣，發展出更加多嘅無限可能。客家新聞綜合報道。